后来乡亲啊，冲啊去换新钱咯！1日到2月初1，这礼拜5，包括台湾银行、土地银行等8大金融机构，453个营业的据点，拢有咧用换新钱，100块的一届会当换100张。换你排得到这里来哦。 银行柜台对下早开始陆续有人咧排队，因为后礼拜就是春节啦，民众无用换新钱，尤其是100到500红色的纸票，人气特别旺。换100的、500的，喜气洋洋啊！祝今年快乐。会想哦，会想要有练哈，感觉这样很顺这样。1日到2月初1，包括台湾银行、土地银行8大金融机构453个营业据点会使换新钱。若是感觉安尼排队换钱伤浪费时间啊，其实有更较紧的方法。 因为100元每人限换100张，带个伴一起换比较快。觉得排队领现金太浪费时间吗？现在 ATM 也有领新钞服务。只要伫兑换新钱的期间，到台湾银行 ATM 提款，就有监管纪律领到新钱。民众嘛会使到其他银行询问行员 ATM 是毋是有提供新钱，家己插卡来领，会当省排队的时间。